我是乐乐，做伙来佚佗。情绪剧场，特别的一天，今仔日是一个足特别的日子，免吹嘛免叫，乐乐透早就足有精神跳入眠床。阿爸阿母熬早，乐乐熬早，乐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！阿母甲阿爸随甲乐乐揽条条。多谢阿爸阿母，我上爱你呐！阮嘛爱你，嘛。乐乐足欢喜的，今仔日是伊的生日，伊又搁加一岁啊！乐乐，今仔日有特别烘一个你上喜意的金蕉鸡卵糕哦！哇！阿爸嘛亲手用竹仔甲纸做一只大只风吹，要送予乐乐。哇！赞啊！多谢阿母，多谢阿爸。我敢会当邀请我的朋友做伙去放风吹，食鸡卵糕？当然会用的。耶耶耶！实在足赞呢！我即马就去吹因。乐乐唱甲大声叫，随着摕新风吹出门，想要邀请朋友做伙去广场放风吹，搁来厝里食鸡卵糕。伊先到康康因兜，想要到拄入门，就看到康康趴伫涂骹找物件。无去啊，无去啊，哪会无去啊？康康，安怎？你咧找啥？乐乐，我的宝贝车无去啊！康康足艰苦，伊目眶红红。迄只车是乐乐陪伊做伙参加练球比赛得到的奖品。康康，莫艰苦，咱做伙找，一定找会到。乐乐赶紧倒找，毋过连粪扫桶嘛敲足一摆，也是找无。衫拄我找过，灶骹我找过，就连眠床骹我嘛找过啊，无，四个都无。乐乐想到顶摆郊游，无张持甲心爱的掠汤网拍无去，伊的心嘛是安尼，敢若缀100粒石头，又搁沉又搁重。康康，你先莫伤心，我看换才来找你耍哦。乐乐吐大气，虽然有失望，也是等康康心情较好才过来。毋知影心心即马咧做啥，来去因兜看卖咧。伊越头去心心因兜，就看到心心抹一骹冷气的食物，哪哭哪行过来。心心，你是安怎？乐乐走过去，想要安慰心心。乐乐，我甲阿嬷做伙真个花。想袂到心心看到乐乐，颠倒哭甲愈大声。原来伊和阿嬷做伙种的花，连一粒花黄都无生出来，所有的叶啊，拢互虫食了了啊！我逐工拢足认真甲照顾，有影无想到讲会变做这个形，要安怎？心心足艰苦，伊的目屎滴甲哪落雨。心心，莫伤心，我陪你去找阿嬷，恁阿嬷一定会有办法。乐乐2摆吐大气，伊心内真失望，也毋过也是点点啊陪心心行一段路，而且甲花卡送转去互阿嬷。加在也阁有琪琪，乐乐随去找琪琪，毋过琪琪，你有伫厝里无？伊弄门弄足久，拢无人来开门。琪琪，敢要做伙去阮兜佚佗？咦，琪琪敢是出门啊？
伊去倒位啊？什么时阵会回来？乐乐等啊等，等甲强要变做插头人，琪琪拢无转来。乐乐真失望，转去到厝。康康因为车无去啊，真艰苦。心心因为叶啊去互虫食了了，真伤心。琪琪阁无伫厝里，哪会安尼咧？伊行咧行咧，目屎插插滴。我转来啊！乐乐，生日快乐！哇！乐乐才拄入门，足惊喜。咦，琪琪、心心甲康康，你哪会拢来啊？因为阮会记得今仔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！这张卡片送你。琪琪无用规早起，找着康康甲心心做伙画一张卡片，要祝乐乐生日快乐。多谢大家，我介意恁送的卡片甲惊喜。乐乐足感动，好朋友拢来啊，一个都无减。乐乐上介意琪琪、心心甲康康啊。我是乐乐，做伙来佚佗。情书剧场，乐乐超人出册啊！乐乐哪画图哪注意时间，伊看到时针行到5，遂甲画笔放咧，冲来到电视机头前，滑头向灶骹大声喊讲：阿母，时间到啊，我要看电视啊！好，乐乐，爱记得甲电视保持适当的距离哦。无问题。阿母一个稳准，乐乐随开电视，转到网牙频道，目睭剃甲大大蕊，满心期待讲：哈，拄好开始。乐乐正卖超级VR 星人接触网牙，剧内底为 VR 星来的超人东可，甲人类斗对抗入侵地球的妖怪。东可拍败妖怪的绝招有暴风拳、四纳塔等等。乐乐逐摆拢是哪看网牙哪拍拳踢骹，模仿这的绝招。乐乐除了准时收看，阁会找机会去看电报，看搁较济解嘛袂先。哇，暴风拳有够厉害！嘿，啊，东科说你，卡只后果一只妖怪，竟用四纳塔！耶耶耶！甲所有的妖怪拍倒啊！幼稚园下课的时阵，乐乐甲好朋友耍。乐乐自称是超级VR 星人，爱其他的人做入侵地球的妖怪，耍超人救地球的游戏。咱来耍超人游戏，我先做超人东科，恁做妖怪，等下才搁交换甲小。好，乐乐模仿东可的绝招暴风拳加四纳塔攻击妖怪，心心提醒乐乐。乐乐，你唔通想出来，爱说你莫害人着伤。袂啦，安尼才好耍啊！是讲乐乐耍甲真投入，无好好控制气力，几若摆拢害大家足疼足无爽快。看我的绝招，嘿，哈！哎呦，足疼诶！乐乐，我讲的话你拢无咧听，哼，我无爱耍啊！哦，乐乐，你安尼，我嘛无想要甲你耍啊。琪琪嘛对乐乐害头缀咧走啊，敢若剩乐乐甲康康踮伫原地。乐乐看心心甲琪琪的背影，真失望，讲：啊，遮尔好耍的游戏，因哪会无爱耍啊？煞煞去，康康，咱两个继续耍。哦，好哦。乐乐甲康康继续耍，乐乐变出四纳塔，结果康康去互乐乐踢一个徛无在，跋倒伫涂骹，手底啊切破皮，流足济血。
是嘞啦！康康坐伫涂骹，听甲哭出来。乐乐随跍伫伊边啊，满面惊吓，一直讲失礼。心心甲琪琪听着哭声走来问讲：康康，你有要紧无？我的手足痛的。啊！康康的手受伤啊！我去找老师过来。乐乐真烦恼，看老师甲康康的空喙包起来，感觉足亏欠。康康，我毋是挑故意的，真正就是咧。食点心的时阵，康康无法度甲餐具摕好势，乐乐随碗起倒三工，一喙一喙饲伊食物件。康康，我来倒三工，来，嘴开开，啊！哦，康康感觉脚趾片痒痒，乐乐赶紧问是倒位的痒，要甲白痒。咦，康康，你哪一直扭来扭去？因为我的脚趾片痒痒。无问题，我来甲你白痒。敢是这？伊也是这？多谢乐乐。放学的时，乐乐搁甲康康斗穿鞋仔，陪伊做伙行转去厝里。心心甲琪琪看到乐乐真心诚意甲康康斗三工，决定无搁要甲乐乐计较，愿意甲伊做伙耍。乐乐足欢喜，伫心内提醒家己，耍的时阵爱细腻，日头爱控制好好，莫搁害好朋友受伤啊！我是乐乐，做伙来佚佗。情书剧场，历史的新同学。今仔日乐乐迄班来一位新同学，老师对大家介绍讲：各位同学，这位是今日转来的新同学，伊的名叫做安安。大家拢咧看安安，对这位新朋友感觉真好奇，等袂赴要甲伊熟悉。嗨，安安你好，我是乐乐。我是康康。大家真热情，甲安安小借问，不过伊煞无回应，面嘛无笑容。安安是安怎？来，安安，你敢要甲大家小借问一下？老师请安安甲大家自我介绍，不过安安煞海头，求去到老师后壁。安安拄来到新环境，可能有小可紧张，大家爱好好甲伊斗阵，多多甲照顾，甲安安做好朋友哦。好。才拄下课，大家就围伫安安的身躯边，急要甲安安讲话，问伊问题。安安，我是乐乐。拄则上课的时，有甲你拍招呼。老师讲你也无啥熟悉环境，行，我带你去洗洗咧。乐乐真热情，揪伊的手，要带伊熟悉环境，想袂到安安煞甲手收倒转去。安安，我是康康，拄则嘛有甲你招呼。来，我请你食点心，真好食哦。康康真大方，甲安安分享家己的点心，不过安安海头唔愿接受。安安看起来敢若真紧张，是讲我会当安怎甲伊斗相共咧？琪琪感觉安安应该真紧张，想要帮助伊放轻松，煞唔知影要安怎做。看这个办势，安安应该是想要家己一个人，无想要甲咱说。咱先莫甲吵，行，咱来去踢骹球。哦，好。安安无笑，嘛无讲话，敢若坐伫座位，敢若咧激气。大家抓准安安无想要教因耍，全部拢走去啊！
然毋是无要甲大家说，伊只是……敢若深深发现，安安其实一直点点咧观察大家耍，看到趣味的代志，嘛会缀咧笑。也毋过，只要有人挖近，也是看位安安，伊就真紧张，笑容收起来，头压落去。深深也有发现安安想要去便所，煞毋知影便所伫倒位，就温柔问安安讲。我是心心，我拄好要去便所，你敢要做伙去？安安想想咧，轻轻啊点头讲。户外游戏分组的时阵，深深发现安安毋知影要安怎才好，就行到安安的身躯边问讲：安安，你敢愿意甲我共走？安安想想咧，又搁轻轻啊点头。放学的时阵，深深笑笑啊对安安讲：安安，再会。心心，拜拜。深深看到安安真拍拼，对家己笑一个。第二天，乐乐、琪琪甲康康要做伙耍游戏的时，深深邀请安安斗阵耍。咱来耍美小吹。等下，咱嘛邀请安安来做伙耍。安安，你敢要甲阮耍美小吹？好。因耍甲足欢喜的，看到安安头一摆展现快乐的笑容，乐乐、琪琪甲康康留在意外，嘛足欢喜的。哇，想袂到安安嘛会笑甲遮尔欢喜。对啊，实在足好诶，阮嘛真介意甲安安做伙耍哦。多谢你。因豆豆啊知影，安安真避暑，别人伤热情，也是一直甲注意，就会感觉紧张会惊。伊嘛学深深安尼有耐心、温柔陪伴安安。安安，阮来斗相共。多谢你。只要安安拄到袂晓的代志，因就随家斗相共。豆豆啊，安安甲大家斗阵了，愈来愈好，笑容嘛愈来愈侪啊。我是乐乐，做伙来佚佗。情绪剧场，海边啊探险记。琪琪的阿公报名生态导览活动，嘛替乐乐、深深甲康康做伙报名。因要去海边啊欣赏大自然的美景。大家拢足欢喜，若受到清凉的风、柔软的沙坡，也阁有宽阔的空色大海，心就哪像要飞起来啊！阿公，我就期待生态导览活动，希望迄天赶紧来个。阿公甲你同款哦。出发的日子总算是到啊！因伫咧游览车顶食好食的点心。啉清凉的果汁，窗外风景足水足水。游览车离目的地愈来愈近，大家拢冲甲强要坐袂掉啊！大家紧看，是大海呢！哇，阿公看因袂堪得等的形影，足高追的，欢喜甲笑嗨嗨。拄到位，亲切的导览员姐啊，甲因带到海石洞的洞口。姐啊讲，行入去内底，就会看到美丽的景色。大家好，我是导览员姐啊，我带恁做伙入去这个海石洞。内底足水的哦！
乐乐想到要入去神秘的洞穴内底探险，感觉足乐痛的。哇！我等袂赴要入去探险嘛！我嘛是。心心甲琪琪嘛真期待，毋知影等一下会看到啥物咧。毋过洞穴内底看起来乌酥酥，空空感觉惊惊，无啥敢入去。是讲内底足暗的，有阿恐怖。康康免惊，阮会陪你。对啊，也阁有阿公甲专业的导览员职啊陪伴，免烦恼。康康免惊，咱做伙行。心心甲空空加油，乐乐甲琪琪嘛甲空空加油。阿公安慰空空讲：“空空啊，你若是会惊，无入去嘛无要紧。阿公会伫外口陪你，等大家转来。我要是入去好啊！空空想想咧，决定提出勇气行入去。洞穴内底乌乌暗暗，也阁有回音，就若像有恐怖的妖怪秘伫内底讲话。空空甲好朋友的手牵条条。康康免惊，有阮伫咧。虽然一群好朋友一直鼓励空空，也阁有导览员姐啊甲阿公陪伴，毋过空空也是感觉真惊吓。有要紧无？空空雄雄大声叫，所有人拢惊一条。空空足惊的，伊讲：有妖怪伫我的头壳顶流水汗。导览员姐啊，赶紧用手电啊往顶悬照，安慰空空。免惊，迄是为洞穴顶面滴落来的水。原来是安尼哦。空空小可较放心啊。行咧行咧，头前出现一丝仔光线，就伫要到终点啊！因真乐痛，行搁较紧，缀导览员姐啊继续向前行。咱得要到啊哦！哇，有够水耶！空空抬头看，水直直赞叹。日头光为海石洞顶头的空照落来，甲各种形状的岩石照甲光死死。岩石顶面特别的花纸，看甲真清楚。洞穴敢若一座美丽的城堡，实在壮观呢！哇，真酷哦！我头一摆看到耶！刚才我有甲大家做伙来，才会当看到这么赞的画面。空空的心若像互日头照光，袂阁惊。伊足欢喜家己勇敢行入去海石洞，才会当亲目睭看到这片难忘的自然美景。我是乐乐，做伙来佚佗。情绪剧场，心心的秋莲啊！心心早伊甲阿母做的手链啊，要送互乐乐、琪琪甲空空。我有礼物要送给大家哦！什么？江江，这个手链啊有够水哈，是我甲阿母做伙做的。咱斗阵挂，这是好朋友的标志哦。心心乐痛搁期待。哈，毋过我感觉挂手链啊足麻烦呢。而且手链啊较适合查某挂。我嘛安尼感觉。想莫管这啊，行，咱出去踢球。赞哦！
乐乐、琪琪甲康康甲手链仔线手放伫心心的桌仔顶，走去外口啊，敢若留心心一个人。因哪呢？原本掠准好朋友收到手链仔会足欢喜，想袂到因毋但无说多谢，嘛无愿意挂，心心感觉真郁卒。请问大家，敢有人知影खे有倒七种色？上课的时，老师问全班同学。哦，老师我知影，好，琪琪你讲。是红色、感仔色、黄色、青色、蓝色、空色、叫仔色。无毋对，真好。心心知影答案，当要举手回答，煞互琪琪抢大声。哦，哪安呢？心心的心情愈较郁卒啦。刷落来，咱用खे的这七种色来画一百美丽的图。画图的时，康康一个无细字，画笔画着心心的洋装。康康，你赶快用装不拉萨巴啦！是嘞。虽然康康虽会失礼，心心煞毋接受，规个面凹嘟嘟咧激气。我不会唱康康啊！上骹球课的时，乐乐拼死手球，毋过动作伤粗鲁，去弄着心心。就痛诶，乐乐，你弄着我啦！心心，是的，你有要紧无？虽然乐乐一直会失礼，心心煞毋愿原谅乐乐。算办公会的时，心心甲同学共时间摕到物件，两人煞拢认为是家己先摕到的。心心总算忍袂住，大声哭，大声发，大家拢惊一条，毋知要安怎。全是我先摕到诶，不是你，是我先摕到诶。明明就是我先摕到诶，我唔管啦。心心今仔日哪会安呢？对啊，伊平常时都袂安尼。心心平常时真温和有礼貌，今仔日煞哪像一只尖胃。心心，你是安怎？大家拢无咧要伊啊！公有，阮拢有甲你做伙耍，无甲你放伫边啊。对啊！大家拢想无原因。你拢无介意我做的手链啊！心心哪讲，哭甲搁较伤心。原来心心是要伊手链啊，因总算了解啊。心心，是的，阮毋是刁工的，你专工做手链仔互阮，阮煞无好好啊说多谢，你一定足失望。心心，是的，阮以后一定会改进。后摆阮会记得甲你说多谢。康康、琪琪甲乐乐互相提醒对方。我嘛无应该无欢喜，就对人使性的，是嘞。心心冷静落来，对家己伤到受气，感觉真歹势。咱来唱阿母教我教的欢喜无法歌。乐乐开始唱阿母教伊的，互受气变做欢喜的歌。特要喷火啊，赶紧来唱歌！特要爆炸，赶紧来唱歌！做伙大大咧，来甲生气讲拜拜，紧来陪我嗨嗨咧，来甲生气讲拜拜。这首歌足趣味的。对啊，逐摆唱了，我的心情就会变好。咱搁唱一摆。大家对乐乐大声唱，心心感觉心情有影好真济啊！特要喷火啊，赶紧来唱歌！特要爆炸啊，赶紧来唱歌！
做伙大大咧，来甲秀气讲拜拜，紧来陪我嗨嗨咧，来甲秀气讲拜拜。我是乐乐，做伙来佚佗。情绪剧场，乐乐输球啊！乐乐甲朋友分做2队比赛踢骹球。小文得分！对手又搁摕到1分，乐乐这队的分数抵人袂到，听到对手球员咧欢呼，乐乐感觉足无欢喜。哦，因又搁摕分啊啦！比赛结束进前，康康大力甲球踢到乐乐的面头前。乐乐，给他出去！哦，乐乐甲脚伸出去，乌白踢一个，球歪去，随个互对手抢走啊！我抢到球啊！惠子已经输遮侪分啊，搁进1球嘛袂赢。哼，我无爱算啊！乐乐无想要搁耍，竟然受气离开球场啊！乐乐是安怎？伊敢若生气啊？不过比赛还未结束，乐乐哪会走去啊？乐乐返到厝里了后，还搁咧为着比赛输啊咧受气。伊甲心爱的骹球凊彩放落，大力坐咧碰椅顶，发出砰一声。这种比赛一点仔都无好耍。阿爸阿母当咧准备野球用品，阿母滑头对乐乐讲：“你回来啊？骹球比赛结束啊？你阿爸明仔载嘛爱上场比赛？对啊，我欠要买记日。乐乐，爱来看野球比赛，甲阿爸加油哦！哦，好。乐乐看到等伫边仔骹球，佮看阿爸阿母当咧整理野球用品，伊气噗噗讲：我遮拼死踢球，结果比赛也是输啊！哼，我无爱搁踢骹球啊！隔顿工野球比赛开始，观众正热情，甲球员加油。昨昏迄场比赛，我若有甲迄球挡掉咧，反正比赛就会赢。乐乐还搁咧想昨骹球比赛输啊，无认真看野球比赛。阿母提醒乐乐，伊才注意到讲阿爸的球队已经输真侪分啊。阿爸上场了，咱来为伊加油。啊，阿爸迄队输遮侪分去，应该无可能赢。乐乐真紧张，注意看阿爸，伊发现阿爸并无因为分数输人着落志，颠倒真专心咧看球。阿爸，加油，加油！阿爸成功把球攻出去，大家激动甲大声喊为伊加油。阿爸走敢若咧飞咧，煞伫处理的时受伤啊！哎呦！阿爸跋倒啊！阿爸加油，加油啊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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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比赛结果是阿爸的球队输啊。虽然讲伊受伤啊，犹原面带笑容，真有礼貌向对手行礼。乐乐看阿爸讲：阿爸就赞呢，分数较少的时无放弃，比赛输啊嘛无艰苦，也是受气。是啊，阿爸有影足赞呢。乐乐下定决心。后摆比赛我嘛要甲阿爸同款。乐乐伫观众席看阿爸甲队员互相鼓励，做伙离场的身影，心内真感动。伊想起好朋友琪琪、康康甲心心。
就想要搁甲大家做伙比赛踢骹球。以后我毋但爱做一个好球员，搁较爱做好队友。毋管输也是赢，拢爱欢喜，认真比赛到上尾。阿爸听到你安尼讲，一定会足欢喜的。我是乐乐，做伙来佚佗。情绪剧场，乐乐要去倒位？乐乐甲心心、康康、琪琪伫公园耍的时阵，乐乐雄雄真无精神讲。阿爸爱我紧甲物件整理好势，无后礼拜日会袂赴。哦，当心心想要问清楚的时，乐乐煞随徛起来，表示爱赶紧转去，雄雄讲讲就甲大家握手讲再会。我也是先转去好啊，大家再会，后摆才搁做伙耍。哦，好，乐乐乐拜拜。乐乐离开了后，三个朋友互相对看，感觉乐乐敢若无啥欢喜，嘛有啥物心事要甲大家讲。乐乐真开朗，毋捌安尼，几个好朋友感觉无啥对同。康康头壳绕绕地讲。乐乐讲要赶转去整理物件，无会袂赴，迄是啥物意思？敢是因兜要去旅行？心心有留啊烦恼讲，若是要去旅行，乐乐应该足欢喜甲咱讲啊。毋过我感觉伊的开口敢若有淡薄仔艰苦。琪琪思考一下讲。我听阮阿公讲过，亲像乐乐阿爸遐厉害的职业野球选手，真有机会去到国外的职业球队拍球哦。若是安尼时，就要规家伙仔搬去国外啊！乐乐敢是惊咱会伤心，才无甲咱讲。心心目头夹夹，那安尼，咱就袂当像即摆安尼，四个人定定做伙耍哦。是讲这对乐乐因兜来讲嘛是好代志，只是想到乐乐要离开啊就，要安怎才好？想到乐乐若搬厝，就袂当搁做伙耍啊。因愈想愈艰苦，不时就吐大气。康康、心心甲琪琪转去家己的厝了后，想到乐乐要搬厝，就感觉足毋甘。康康平常时转去厝，看到下晡点心，拢足欢喜的。今仔日煞无啥元气。康康，你安怎？今仔日哪会无啥胃口？是毋是身体倒位无爽快？我身体无要紧，只是今仔日甲乐乐、心心甲琪琪斗阵耍的时阵，乐乐敢若有啥物代志，就先离开啊。心心甲琪琪拢讲，看乐乐的样，伊应该是要准备搬厝。想到以后袂使常常甲乐乐做伙耍，我就感觉足艰苦的。康康的阿母了解状况了后，安慰伊讲：原来是安尼啊！也毋过，就算乐乐搬厝啊，恁也是会当保持联络，继续做好朋友哦。乐乐应该嘛毋甘要离开大家，也是讲咱来做一个鸡卵糕送互乐乐，祝福伊。好。康康点头，决定甲阿母做伙做全世界上好食的鸡卵糕送互乐乐。希望啊，乐乐就要离开啊！
伊要搬去足远的所在。我想要甲你送互乐乐，像我因为有你陪伴，会当真安心。乐乐若有你陪伊到新环境，一定嘛会较安心。心心想到乐乐到新环境可能会紧张，所以决定甲家己上宝贝的翁仔送伊，希望会当陪伴乐乐，互伊安心。琪琪的阿公发现琪琪一直闷闷，一个问才知影琪琪的烦恼。阿公，我有足侪话想要甲乐乐讲，毋过我毋知影要安怎开喙，嘛毋知影要安怎甲伊讲再会。琪琪，咱来动手做一个特别的礼物，送互乐乐好无？特别的礼物，咱来做一个会当录音的机器人，安尼你就会用得甲想要讲的话，随时甲录起来，才去送互乐乐。水哦！阿公就安尼带琪琪做会当录音的机器人，互伊甲当面讲袂出嘴的话录起来，送互乐乐。礼拜透早，心心、康康甲琪琪早亲手准备的礼物来到乐乐因兜，准备甲伊讲再会。乐乐，你有伫厝里无？我伫咧，哈哈，大家今仔日哪会拢来啊？乐乐，阮有准备礼物要送你啊！哇，赞呢！毋过今仔日是啥物特别的日子？你哪会当时要送我礼物？乐乐看到好朋友雄雄出现伫门骹口，阁有炸礼物，感觉真惊喜。毋过嘛感觉奇怪，毋知影是发生啥物代志。乐乐，你敢毋是要搬厝啊？阮是来甲你讲再会，嘛要送你搬厝礼物。哈？我无要搬厝啊！毋过你迄天伫公园，敢毋是讲要赶紧转去，甲物件整理好好？若无会袂好。而且你迄当时的表情嘛变甲无啥欢喜，甲平常时完全无共款，敢若是有啥物心事。阮想来想去，认为上有可能的原因就是你要搬厝，毋过惊阮会艰苦，所以才无甲阮讲。哦，毋是啦，迄是因为阮阿爸今仔日要赶去参加爱心义卖活动，我想甲无要阁耍的佚佗物仔整理好。毋过，我感觉整理物件略仔麻烦，嘛真苦恼讲到底要甲倒一项送出去。哇！我对恁真失礼，迄天无甲话交代清楚，才害恁误会啊！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是讲家在乐乐无要搬厝，咱个会当定定做伙耍啊！对啊，真的！听乐乐解说了，大家困扰总算是透开啊！大家全大声笑出来，嘛真加载乐乐毋是真正要搬厝。嗨，我是乐乐，做伙来佚佗。情绪剧场，乐乐找无路。礼拜早起，阿爸笑眯眯对大家讲：“啊，天气真好，咱来去郊外行行咧。好啊好啊，我想要出去耍。无，咱来去山顶。”阿母提议去行山顶的步道，伫遐野餐。赞哦！热天去山顶较凉嘛较舒适。咱来准备出门要炸的物件。哈，我要炸我上喜欢的点心，还有我的新水罐。好啊！因坐足久的车，才来到目的地。乐乐一个落车，就赶紧要走去登山步道的入口。哇，空气足新鲜呢，速大开真爽快。乐乐，莫着急，莫着急，咱先看指示牌顶面的路线图。哦，好
哦。阿爸徛伫指示牌头前，指出要行的路线，而且甲乐乐要安怎看路线图。乐乐才看一时啊，就催阿爸阿母赶紧行动。多谢阿爸教我教，这我拢会晓，嘛拢会记啊。阿爸阿母，咱紧出发，较紧的，较紧的。乐乐兴气气向前走，离阿爸阿母愈来愈远。哇，迄只鸭有够水，伊是要飞去倒位咧？鸭，等我一下。乐乐跳甲肉爷哭哭走，步道弯弯弯弯，伊根本无注意到阿爸阿母也未回来。一路，乐乐有时走，有时跳，倒边看一个，正边看一个，刷手捡一支细支手机，哪行哪举手机卡手啊，啦啦啦啦，安尼欢喜唱歌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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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行到分岔路的时，步道的指标歪去，箭头指向地面。这块路牌歪去啊，是爱行倒一条路咧？我有应该是这条。乐乐选择行正边的步道，继续向前。这个时阵，几只蜂飞来，伫乐乐的头壳顶飞来飞去。胖，走啦，慢我来啦！乐乐紧张甲会手机想要甲蜂赶走，佮滑头赶紧逃走，想要到蜂又佮入来。乐乐惊甲大声叫阿爸阿母，阿爸阿母，进来救我！阿爸嘛急要找乐乐，听到伊的声，紧走来摕出护抹，甲乐乐的头甲身体砍掉咧，保护伊做伙走去到安全的所在。乐乐，搭我阿爸的身躯。刚才我阿爸甲我保护。蜂飞走啊！乐乐，你敢有互蜂定着？无，阿爸咧，阿爸的手骨受伤啊，咱赶紧去病院。乐乐真紧张，赶到医护站，对医护人员讲：请甲我阿爸抹药啊！医护人员甲阿爸抹药的时，乐乐真艰苦，伊认为是家己害阿爸受伤的。所以阿头对阿爸讲：阿爸是咧害你受伤啊！阿爸甲乐乐的头梳梳咧，安慰伊讲：阿爸受伤无严重，过几工啊就好啊。乐乐，爱记得后摆出门爱注意安全哦。好，我知影。乐乐点头，甲阿爸阿母约束好势啊。大家好，爱订阅我的小行星幼日志，甲 YouTube 频道哦。情绪剧场，康康生气啊！康康的小弟小妹最近真爱耍学阿兄的游戏，不管康康讲什么话，做什么代志，小弟甲小妹拢会缀伫后壁模仿，看到足高追。抓回去，咻！咻！我要去变数。变数！我要家己入去了。古早，伫一个树林内底。小弟小妹愈耍愈兴，逐工拢一直耍学阿兄的游戏，甚至连康康去便所，小弟小妹嘛会秘伫外口唱甲咕咕笑，
敢若伫困倒的时阵才会点落来。深开始，小弟小妹规工模仿家己，空空嘛感觉足好笑、足古锥。毋过豆豆啊，伊开始感觉愈来愈烦。妈妈安慰空空讲：“小弟小妹只是咧耍尔，莫收扰伊哦。”我知影。一更半暝，空空做一个噩梦，梦里有足侪鹦鹉，一直学伊讲话，有够大声，有够吵，有够讨厌。走了，卖我了。空空规暝拢无困好。隔天透早，阿母注意到空空足无精神的，若像真糟心。食早顿的时，空空伸手摕葡萄干掺伫麦片内底，想袂到小弟小妹又搁学伊，嘛想要摕葡萄干。葡萄干。葡萄干。一个无细哩，葡萄干拢车倒啊，又搁枵又搁忝的空空总算受气啊！伊大力顿骹，大声喊讲：“卖讲学我！”小弟小妹互惊甲大声哭出来，空空咪返去家己的房间。虽然气一时仔就消啊，毋过受到小弟小妹惊甲哭出来，伊感觉足艰苦。阿母来到空空的房间，真温柔安慰伊讲：“阿母知影你毋是挑工去圣地，是因为你无介意小弟小妹一直甲你模仿。我做噩梦，早起又搁忝又搁枵，看到小弟小妹咧学我，就感觉足烦足讨厌的。阿母听了，对空空讲：“咱做伙去安慰小弟小妹，嘛会使甲因讲你的感觉哦。”空空甲小弟小妹揽一个，甲因会室咧。空空微微啊笑，提醒因两个。我知影讲，恁敢若想要甲我爽，毋过咱咧爽的时阵，若是别人感觉无爽快、无欢喜，就爱停落来。我无介意你一直甲我学，以后莫搁安尼哦。哎呀，是咧，阮知影。咱搁揽一个。我是乐乐，做伙来佚佗。情绪剧场，乐乐抽到啥物？耶诞节特别到啊，每一个囡仔拢足期待。乐乐甲好朋友约好，要伫耶诞节迄天来交换礼物。伊真早就甲要送互别人的礼物传好啊！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声真响亮。我就想要赶紧甲心心、空空、琪琪交换礼物，希望迄天我会当顺利抽到想要伫的礼物。乐乐甲希望收到的礼物拢画伫纸顶，伊想要得到变形机器人、电动，或者是有骹球明星签名的骹球。伊逐工拢咧倒搭日子，等要迎接耶诞节来到。
总算是到耶诞节迄天，大家炸礼物去到乐乐因兜集合，大家乐痛佮紧张，开始要抽礼物。我甲每一个礼物的号码拢编好啊！今嘛咱一人抽一张号码牌。耶耶耶！我买1号，我选3号，我想买4号。安尼我就是2号咯。咱算甲3，做伙甲号码牌掀开，看数字对着的礼物是倒一个。1、2、3。结果，心心抽到琪琪的礼物，琪琪抽到康康的礼物，康康抽到乐乐的礼物，乐乐抽到心心的礼物。大家拆包装的时阵，心脏拢跳甲足紧足紧，唔知影会摕到什么礼物呢？哇，这音乐曲啊，足有力的，音乐嘛真好听，我足喜欢耶。这是阿公教我做的音乐曲啊！我抽到乐乐送的红仔车呢。康康，我甲你讲哦，饲牛甲饲了，这车阁会发光，足歹哦。小弟小妹一定会足欣赏我有这台足酷的红仔车。我抽到的是马卡龙，是康康因兜的胖店上有代表性的猪料，嘛是我食过的上好食的马卡龙。加在琪琪甲伊这礼物。心心、康康甲琪琪拢真介意摕到的礼物，敢若乐乐出现失望的表情。啊，我抽到的这是……乐乐抽到一块无啥显目的手工纱纹，这甲伊其他礼物差伤济啊，所以有淡薄郁卒。过无几天，乐乐伫外口佚佗了，返来到厝的时，阿母爱伊紧去洗身躯，甲规身躯洗好清气。阿母，我返来啊！今仔日天气足冷的，你紧去浴巾啊洗身躯，莫寒着哦。好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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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乐乐发现今仔日用的纱纹有留啊香味，洗了皮肤嘛特别舒适。阿母，这块纱纹用来洗身躯足舒适的，我明仔嘛要用这块纱纹来洗。乐乐，这块纱纹就是你伫耶诞节抽到的礼物啦。伫冷叽叽的寒天，身躯洗了，乐乐感觉规身躯轻莽莽、烧烘烘，变甲有够舒适。乐乐变甲逐工拢足期待洗身躯。有一天，乐乐发现手工纱纹变甲足细地，伊足毋甘甲用了。想着家己收到礼物的时阵，也无介欢喜，即马煞真介意、真欢喜，伊感觉足歹势。这块纱纹特别用了啊，要安怎？啊，对啊！乐乐走去找心心，想要知影迄块手工纱纹是伫倒位买。心心，我足介意你进前送的手工纱纹，因为要用了啊，我想要请阿母搁甲我买一块。哦，迄是我甲阿母做伙做的手工纱纹，外口买无。哦，原来是恁家己做的，有够厉害！恁敢会当教我安怎做？无问题，我去甲阮母阿讲。看到乐乐这介意手工纱纹，大心的心心请阿母斗相共，做伙教乐乐做手工纱纹，搁互伊早一下返去厝。做手工纱纹并无轻松，即马乐乐搁较会晓珍惜别人用心传礼物的心意啊！我是乐乐，做伙来佚佗。情绪剧场，乐乐想要食啥物？
前几天啊，阿公带琪琪到泰国餐厅食饭。琪琪感觉食泰国料理实在有够趣味。回去了后，琪琪等爸父要甲好朋友分享餐厅内底各种新奇的发现。乐乐、心心甲康康拢无去过泰国餐厅，伊嘛对泰国餐厅真好奇。我前几天去泰国餐厅，就好爽诶！餐厅内底是啥物款啊？餐厅的服务生穿泰国的服装，店内有唱的雕像甲图，阁有放真特别的音乐。哇，食的物件咧，食的拢是毋捌食过的口味，酸甜酸甜，阁有淡薄仔咸。伫泰国餐厅食饭，我感觉那像是到另外一个国家。哇，我嘛想要去。乐乐听了足兴奋的。到休困日，阿爸阿母提议到外口食饭，乐乐真乐痛，所以就表示想要食泰国料理。阿爸提醒乐乐，泰国菜较酸嘛较咸，你甲恁母啊最近牙喉拢无爽快，无适合食咸，所以咱会使点的菜真少哦。也毋过，阿爸阿母提议乐乐换一间餐厅。我会记得乐乐进前敢毋是真介意附近的咖喱店，咱会当去食迄间。照安尼讲，顶摆食的迄间意大利面，敢毋是嘛真好食？迄间嘛袂歹。对呢，我阁想看卖哦。阿爸阿母两个人讨论甲真认真，无注意到乐乐伫边仔流啊无出。乐乐甲阿爸阿母讲，毋过泰国餐厅的服务生有穿美丽的服装，阁有唱的雕像，好听的音乐，我想要去泰国餐厅。阿爸阿母了准乐乐无想要食咖喱加意大利面。安尼你敢要食你即阵仔上介意食的水饺哈？咱嘛会用伫做伙去食水饺。我无爱食咖喱，无爱食意大利面，嘛无爱食水饺。乐乐大声甲阿爸阿母讲：我即马牙喉已经袂痛，所以会当去食泰国料理。阿爸阿母感觉足奇怪，乐乐早起也有淡薄仔扫，哪会雄雄这么坚持呢？阿母又讲，一定是有别个原因，乐乐才会想要去食泰国料理。阿母问乐乐讲：你是伫倒位听到泰国料理的？我前几天啊，听琪琪讲，伊和因阿公去泰国餐厅，遐有足济我无看过、嘛捌食过的物件，我就欣赏琪琪。我嘛想要去看卖啊，这种敢若去国外的感觉。原来是安尼哦。阿母想到一个好办法。乐乐，咱兜附近有一间新开幕的希腊餐厅，我顶届经过，看到这间餐厅有真水的白色壁桌，甲蓝色的厝顶，阁有卖青甜的菜色派，甲加入酸油气的香蕉啊，一定会互你有出国的感觉哦。真是嘞！我想要去，我想要去。好，咱来去。因来到希腊餐厅，看到厝是美丽蓝白色，乐乐欢喜甲拍扑啊欢呼。哇，真正足水耶！我足期待。行，咱做伙入去看卖。好，多谢阿爸阿母。